我哋嚟呢個台山市華僑文化博物館啊，第2站啊，睇下幾靚博物館。哇，睇下建築物幾靚，上邊咧有啲圓柱咧，有啲南洋嘅風格，即係新嘢嚟喎，幾靚。就話呢度有啲台山嘅移民啊，你睇去咗幾多國家，世界啊，全世界咁多個地方嘅國家咧，佢都足跡咧滿天下，真係哇！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啲。台山咧就係呢一個嘅移民嘅民族啊。同泉州一樣啊，都係好多移民噶。之後我哋睇過原來叫做排華時期嘅口供紙啊，咁咧就係叫 Coach Paper 啊，咁就係佢哋話，因為有美國1882年有個排華法案嘛，我哋睇嗰個即係周潤發咧嗰套咧即係移民戲咧咪有講嘅，咁然之後咧就係集成呢啲文獻啦，叫口供紙，就我哋頭先睇咧一問一答啊嘅口供紙啊。寫住 Chinese Institution Law 咯，咁咪周潤發套戲嗰個話嗰個排華法案咯，直情一模一樣啊！到嚟周潤發嗰套話《唐探1900》啊，講咧嗰啲豬仔合同啊，賣豬仔啊，去呢一個南洋唔係去呢個舊金山啊，叫豬仔合同，呢度都有展示啊，叫豬仔錢啊，你睇幾得意？豬仔錢啊！舊啲詞典咧，同埋字典咧都有展示喎。哇！我哋而家都冇呢啲嘢咯，真係。以前咧啲字典都抌晒啦，而家咧用即係 Google 啊、AI 啊，全部都搞掂啦。呢啲真係歷史遺物啊！幾時呢個港海碼頭啊？我哋聽日去港海碼頭啊！我哋聽日去食海鮮啊！不過呢度話港海碼頭原來係自古以嚟嘅，好重要嘅出發港嚟噶，落南洋啊，都係要經呢度噶，去東南亞。如果去舊金山咧，就要經過香港、澳門啊，同香港有關聯噶，先至可以去到美洲大洋洲啊。仲有呢個嘅水啦，俾你飲啦。然之後我哋就去完1號展館，就去2號展館啦，啱對面嘅啫。好，入去睇下先。金山到新金山啊，台山阿伯啊，去舊金山啊，執黃金啊。咁咧最初去東南亞，後嚟咧就去到美國啊、澳大利亞、加拿大啊，先後發現金礦啊。咁咧就過去咧就係掘金啊。你睇下呢度就係咧嗰啲撈金嗰啲嘅工具啊。稱下佢哋啊，撈金嘅工具啊，包括有撈金盤、鑿嘴，呢個咩字啊？抽啊，天秤。嚟咧執到金之後咧，就嗰啲裝金嘅銅小箱啊。仲有呢啲石灣窯綠油小罐，哇！仲有呢啲藥瓶啊，玻璃藥瓶啊，仲有金沙，而家啲金幾貴啊，有金沙，仲有紀念幣。好，睇下先啊，呢啲就係金沙啊，放大啲俾大家睇下。金沙，而家啲黃金咧4000幾蚊美金啊，1盎司啊，啱就係咁噶啦。呢度金幣9999金啊，仲有呢個紀念幣啊，哇 ！American Prospector USA 嗰啲鐵路啊，進攻150周年紀念郵票都有啊，睇下美國郵票啊，150周年啊，都係咧中國嘅礦工啊過去幫佢哋咋。所以如果你睇過周潤發套1900咧，就有啲體驗咯。嗰時候用過嘅工具啊，都係幫美國人去到整鐵路啊。而家我啲高鐵啊，快過佢哋好多啦。每日嘅洗衣執照都有喎，咁你啊，幫佢哋外國人啊燙衫啊，花嘅證件都有啊。隔離嗰張中文咧，原來係股票嚟噶。
睇下呢個係英文文件，其實係古巴嘅嚇，我睇到係古巴啦。呢度咧係一個墨西哥嘅一個嘅公司嘅股。我呢度有洗手間嘅，每層都睇嚟，哇真係好新淨喎。咁咧，而家我哋上去2樓、3樓、4樓啊，要嗱嗱聲上去睇啦。三號館啊，家國情懷啊，好睇下咩睇先，應該由呢邊入。呢個唐探1900啊，裏邊內容啊，抗戰救國啊，捐款救國啊，台山啊，華僑認購呢個公債啊，捐款僑匯啊，捐物質等多種支持咧嚟個形式咧，去支持呢個祖國抗戰啊。呢度咧有嗰啲籌款啊，嗰啲嘅記錄啊。不過咧，呢啲係即係影照片嚟嘅，咁樣咯。籌款嘅公告啊，變咗呢啲咧，即係實物啦。咁咧就係文物啦，就係嗰啲民國27年金公債、美金債票啊。台山原來航空救國喎，好多人咧就去即係做呢個飛行員喎，然之後咧就係開呢個飛機喎，對抗呢個日軍喎，犀利！嗰啲航空救國券咧就係50蚊美金啊，有5蚊啦，有10蚊啦，收據。當然有好多參加呢個嘅飛虎隊啊！哇！呢個飛虎隊唔同，即係香港警隊嘅飛虎隊啊！呢個飛虎隊，美國人咧有去到教授噶，咁啊做過飛虎隊咧，就喺呢一個緬甸啦、印度支那、泰國、中國之間咧，就係轉戰啊，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，同埋支持中國抗戰作出重大貢獻。我哋睇佢啲文物。啲咧軍人啊嗰啲嘅文物啊，睇下空軍啊嗰啲嘅即係徽章啊、制服啊，真係唔講唔知喎，真係原來咧台山飛虎隊啊，咁我真係呢啲咧飛虎隊用過物品啊，真係呢個歷史真係鮮為人知啊！即係我哋唔係台山人咧，就真係唔知道佢哋咧有一隊飛虎隊係好多台山人噶，仲有好多呢啲嘅文物咧係戰爭嘅時候用。呢個匯豐銀行啊，以前開嗰啲票啊，加拿大銀行啊，開嗰啲票啊。我咧講香港、澳門同台山嘅聯繫啊，原來鴉片戰爭之前咧，好多台山人咧係經香港去呢一個嘅美洲做賣豬仔噶。你睇下，有香港嘅20世紀嘅地圖啊。香港以前咧有個叫領海銀行有限公司啊嘅存摺啊，係咁樣噶。仲有個康年儲蓄銀行啊，呢個係廣告嚟嘅。呢啲我哋都未聽過，呢啲銀行，領海銀行、康年儲蓄銀行，喺中環噶，德輔道啊，186至88號啊。